应该是影响无遐侪，但是较属台湾的作品较深色，嘛是较好看，嘛是讲应介意啊，应介意安尼较重要，安尼才有可能互大家看到，因为你挖出来就是大家拢会看到啊，你翕起来，你咧啥物场啊，就是公开的所在，所以我感觉政府做的毋是讲 support 我即个 cosplay 产业，因为这是家己去处理，家己兴趣，家己去找你爱做道具嘛好，啊化妆嘛好是家己爱学的，但是作品的推广这是较重要的。是作品的推广，所以佮讲来，咱节目嘛要到尾手啊吼，所以咱要邀请到这个春阳，简单甲咱讲一下，政府做无够的，还是讲你有需求，除了钱以外，上欠的是啥物？除了嘛是讲观众爱入来，你感觉你的创作佮欠啥物？还是讲有人会使佮甲你塞一个，甲你的好作品甲传出去？我感觉即马政府那个拢伫努力啦，因为伊啥物政策，佮有那个文化宣导，伊拢用那个高册，还是用画图的方式伫网络顶，甲民众那个分享互动。我感觉平台，你若是有心度的，啥物拢会当成为平台，但是迄个态度。政府的态度若是好的，袂规工拢是讲那个看高册拢是歹囡仔，安尼我感觉伊若是鼓励这个态度，迄我感觉即满都是帮助。有影政府的这个态度，爱甲这个观念啊，台湾人的这个观念嘛是爱小可解者业界部分的，简单帮咱讲两句。我若是感觉讲，即摆就是来推动讲，看漫画、看动画啊，算游戏，拢是好的。拢是好的，对。今日非常感谢四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阿明嘛做突破。变这个造型，陈梅教师台湾新港界这个突破了哈，今日非常感谢咱四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咱囡仔一定要实做。你讲语言这个部分啊，包括讲你若无去边遐体会的话，你绝对学袂好。咱老师搁较安那好，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本，迄拢有限。咱有一个想法，咱是去迄边学习的，吼，咱亲身的体验，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都是拢有帮助的。每礼拜一、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这咱的房间啦吼。伊那拢无穿衫。是啊，阿伯你那拢无穿衫。伊正是已经洗了乌白房啊咧，你拢唔知？哦，我逐工爱洗被呢，啊裤衫呢我洗会了哦，外口通个屁。7月27，拜六暗时8点半，上伊台湾，咱做伙来关心身边的人。变，千变万化的桂春美，这届变身做探针，带伊古水搁爱缀落的夏梅仔来到凤凰川，拄着久久无法度破的嫌疑命案，伊要安怎一步一步甲真相吹出来？春美歌剧团金探子，礼拜暗时10点半，公司台语台招你同齐来破案。听球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世界就是你的
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6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大这里有定制的教练带学生伫新北市甲基隆交界的长坪石附近的海域来做训练哦，所以看到海面上有装油的桶仔，伊嘛做伙甲这桶仔鼓起来，算算的有23桶，慢慢上报案。海巡署昨暗已经抓到违法的渔船，相当会使罚150万。太可恶了！一当看到远远的海面有一寡白色甲青色的桶仔，伫咧浮着，船开我一看，竟然拢是废弃的油桶。20日下昼，创水教练王明祥甲学员伫咧长坪沿海峡附近发现有人乱弹油桶，赶紧甲伊扶起来。弄脏船弹，船长说没关系，赶快捞起来。因为油桶内面也有油拢流喺海，臭油味真高。创水教练上担心的也是，这款油若摊开，流到海保去，污染会更加严重。有溢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潮间带可能都会有油。捞的过程中，还发现是海龟上来换气。我们在想说，那一只海龟都已经吃到油了，这个对于海洋这些生物确实是危害相当的大。浮起来油桶有23卡，每一桶5公升。海巡署对查油桶标示代理商也有编号。个比对类似的行列，25尾岸三步抓到乱弹油桶的凶手。500多艘的渔船的比对，比对这些雷达的这些航迹回放，然后追查这些油桶的来源跟品相，然后逐一的追查出来是一艘这个涉及在深澳级的渔船所丢弃的。那这位船长他到岸以后，他有供称是他丢弃的。这位姓尤的船长承认讲，因为空挡伫咧船顶占所在，便断退落船。佮认为桶内已经无油啊，才会直接等咧海。不过海巡人员讲，就算桶内已经无油啊，同款会破坏海洋环境。更加何况桶内还佫真侪油。船舶弃置这些废油的行为，那就涉及海污法29条，才以那个行政罚30到155万。其实，一个渔港内拢设有废油回收桶，渔民并不是无所在通等废油。海巡署北部分署除了感谢创水教练王明祥热心斗3工，也希望民众爱惜海洋资源，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报纸的新闻重点，自由时报是报道，宜兰一名87岁阿嬷伫家己的菜园去互乌白虎头蜂叮着，送医不治，家属是真生气，讲因伫10天之前都有通报，拜托来处理虎头蜂的蜂收，却拢无来处理，等下阿嬷互叮着才来清除，根本是官僚太人。目前大股，再来看联合报，目前大股拢是一张1000股，蓝山股必须爱。伫收盘了，下晡1点40分到2点半才回来买卖。金管会长宣布，明年后半年要开放园中卖使来买卖蓝山股，已经有10间公司准备要开始办理这项业务。
继续来看中国时报伫中横公路117公里的关原加油站，海拔2374公尺，是全台湾上悬的加油站。33年来拢毋捌休困过，为着要整修，要为8月初6开始休困5个月，所以提醒民众上山之前一定爱甲油加丰满。继续来关心检调调查国安局走私粉案件，华航负责空中免税品业务的小组长，伫新闻了无前11、20万交保。立委黄国昌嘛要求总统府有5台的货车嘛必须爱交代互清楚。华航负责空中免税品业务省的小组长，7月24暗时去予新北市调查处约谈，25早起移送北检复讯。同一时间，检调人员嘛发动新一波的约谈动作，要来调查趁总统出访大量采购粉品的代志。黄先生会觉得自己是被推出来搪罪的吗？检调继续侦办国安局私粉案，7月24暗时嘛去总统府官府的特勤职务人员宿舍，甲已经互涉案吴宗宪甲周兴家个人物件扣起来，创司法的头一个。若是甲这个案件爆出来，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7月24搁一届来桃园机场国闭门调查，25个表讲除了去用插扣的粉，华航内部搁有买其他的物件，嘛去用违法偷早入境，毋过即马煞毋知走去倒，要求华航甲名单交出来，检调嘛应该甲证据扣起来，而且调查总统府的5台货车去倒。1800条香烟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昨天下午我亲自到关务署的台北关，我清点了所有他们查扣的货品，我没有看到。我们连作为犯罪工具之用的货车，现在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查货车？那些货是已经被搬下来了。若是专案小组24召开会议，面对总统府要求追查到底，国安局25发声明讲，绝对袂暗号闪避，全力配合司法侦办的立场。毋过那也继续骂讲国安纪律偌高高，总统府无应该替司法单位做暗卡，一直袂交代载分的车到底是啥物人派的。陈明忠佮点名，包括总统办公室佮当局办公室，拢有人做伙被参与。陈局民进党下台负责，蔡总统公开道歉。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总统办公室还有陈局秘书长办公室的相关同仁也参与团购。面对那亚立委的质疑，当局办公室回应，这绝对是乌白讲话来抹黑，要求陈明忠来回释咧，若无会采取法律行动。若是7月24伫网络传讲吴宗宪是当局的人等等的消息，一切拢是有影无迹，已经报警，准备要提告，呼吁网友千万唔通转传，才袂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文昨嘛表示，因为走私粉的事件去看过外交的拍拼，伊感觉真抱歉哦。蔡总统嘛强调，走私粉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伊要求所有单位要配合司法机关来调查，甲代志查好清楚。出席活动真严肃，面对国安局私粉收滚滚，蔡总统提出3点说明，将全力清查过去的歹习惯，要求新任国安局长邱国正进行内部检讨，一礼拜内提出报告。国家的体制管理的机制跟执行法律的松散，对我来讲是难以接受、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已经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跟办理，在1个礼拜之内提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有错就要承认，不要硬凹。那么另外，我们的风波不要因为这个风波造成整体正常运作而受到影响，因为国安工作是不能够半刻停顿的。邱国正承认国安局督检有真正空间，26号上前后将维持国安正常运作。拜会是一个国安局长潘胜德调查事实政治纪律为何事起，而司法案愈加愈大，互蔡英文出访外交成果失焦。蔡英文也向第一线的外交人员表达歉意。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我们的第一线的同仁的外交的成果跟努力被失焦了甚至于被掩盖住了那在这里呢，我要表达一个歉意那也点名一支华航部分管理阶层是领营政治人物亲信，用民进党野生华航来形容。对此，蔡文表示，这人事甲私粉案无必然关系。另外，私粉案是毋是冲击到立营选情？蔡文强调，即马就将代志处理好，下摆未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7月2日，穿白衫的乌道拍人的事件，嘛造成原本要伫明仔后日2天举行的3场抗议活动宣布改期。本来明仔某一场诉求香港政府爱来调查攻击事件的游行，香港警方伫昨暗头嘛开记者会表示讲，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所以要退回这场游行的申請。如果係有人士出嚟係去遊行嘅話咧，即係正式嚟講咧，其實係犯咗法嘅。咁至於咧喺現場拘捕嘅情況咧，就我哋要視乎當時嘅情況。但我可以肯定講俾佢聽咧，我哋出咗呢個反對通知之後咧，如果佢哋係出嚟遊行嘅話咧，係犯法嘅。除了考慮到安全的問題，香港警方嘛以人數恐驚有上萬人、路線佮地點無啥適合等等的理由來拒絕遊行的申請，嘛發出禁止公眾集會佮反對公眾遊行的通知。香港的民間團體是認為警方的反應無介正常，因為無經過核准的遊行相當恐驚會互判監禁5年。這場遊行的主辦單位表示已經對警方的駁回提出上訴，不管如何，明仔遊行會照常來舉行。再來看，本來要伫台北舉辦的2009年亞洲公開花式的出兵國際經典賽，到底是防取消，還是咱方放棄主辦權？出兵協會伫昨下晡是公開說明，秘書長是講有受到隱形的壓力，才同意讓香港來舉辦。2天無回應記者會延後1點鐘37分鐘，滑冰協會總算對外說明，秘書長吳奕德是因為比賽取消甲聲明造成的困擾會失禮。但因為當時 ISU 來信通知上並沒有寫因國際情勢等等，但是那句話，所以我們在網站上面的聲明稿，隔天就把這句話這些字句給刪除。ISU 內配是因國際關係的來刪除。5月底，友好會員國通知已經有無形的國際壓力，可能有會員國會反對參加比賽，考慮甲 ISU 的關係才會表達。無得卡改變一個比賽地點，可能是選擇。或許這句話就被解讀成我們自己要放棄，但我們從來沒有跟 ISU 總會提議要放棄主辦此事，隨後 ISU 也都沒有回應跟確認。被 ISU 解讀，咱是家己放棄，加上情勢愈來愈無好。吳奕德講，6月28恢復同意配合由香港來辦理，閣咧等 ISU 開會決定。想知影7月22暗時收到通知，強調一直無想要放棄，但是這個期間的代誌體育署攏唔知影。昨天上午在跟我們面商的時候，完全沒有提到，是直到昨天晚間 ISU 發布新聞稿以後。然後幾經電話聯繫，他們電話裡面有稍微提到，無形壓力一直攏有，煞無方便講，講愛身負會去拍拼。晚20分鐘的記者會，滑冰協會想要解說，煞無法度講清楚。而體育署表示已經組成專案小組，會看情形按照職權來處理。記者是新志明台北報道。這回來關心天氣，今年第6號的風颱百合上緊，今仔形成，也毋過大唔免煩惱，目前移動的方向並未去影響到台灣。氣象局表示，百合風颱對台灣的天氣無什麼影響，也毋過若需要去日本佚佗的民眾，拜6禮拜就愛特別注意。台灣今仔大部分的所在攏是多雲的天氣，下晡嘛愛注意，會有局部的雷陣雨，雨傘佮雨帽嘛是愛戴和保險。日頭落山了，中南部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溫度嘛攏真高，攏佇33度到35度左右。這個拜6禮拜，西南風水氣真高哦，所以天氣會較無穩定。要準備出門佚佗的民眾，嘛愛特別注意這個天氣的變化。再來看，台灣熱甲親像火爐，像德國、比利時佮荷蘭部分的地區，溫度嘛攏升到40度。法國是有20個都市發出高溫的警報，昨甚至有42度。外國媒體指出上熱的天氣目前嘛已經造成5個人死亡。台灣有一句上界語講，熱天上趁錢的行業，毋是做醫生是賣兵。這個原則去歐洲看起來嘛是同款。
对德国、好比如到法国，民众纳凉的方式，毋是去海边啊，或者是水池边耍水，那无就是找路边搭买一罐凉凉的米露，或者是冰淇淋来食。伫德国甲比利时、荷兰三国交界地区，比利时小镇克莱恩布洛格尔39.9度的高温是1833年以来上悬的纪录。We are observing the weather since 1833, so nearly 200 years, and we never experienced this kind of temperatures. 同款伫边界，离克莱恩布洛格尔无外分的荷兰大城恩和芬，气温是较低一点啊，毋过嘛有39.3度，超过75年以来的纪录。隔壁法国嘛参照是一个大航路，对南到北有20个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警戒，提醒民众爱预防。毋过嘛是有5个人，那就是因为温度伤悬，转来失去因的性命。阁毋那安尼，3个月进前厝顶去互大火烧着，目前正在进行重建工课的巴黎圣保院。主持的建筑师烦恼，当初是因为消防队大量喷水来拍火，伫这个高温真热的时阵，可能会是重建工程的一个大危机。Donc les maçonneries sont gorgées d'eau, elles n'ont pas bougé, elles sont stables, on a mis des capteurs dans tous les sens depuis le début, il n'y a aucun mouvement détecté. Mon angoisse, c'est que les joints ou les maçonneries, à force de sécher, perdent leur cohérence, leur cohésion et leur qualité structurelle et que tout d'un coup, paf, la voûte puisse tomber. 若是这波热浪，敢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气象专家目前的态度是真保留。Ce qui ne veut pas dire forcément que tous les étés seront caniculaires. On peut très bien avoir l'année prochaine un été plutôt frais et humide. Il y aura toujours une variabilité climatique, mais globalement sur le long terme, la fréquence des canicules va augmenter. 气象专家认为，若敢若是一个热浪，真歹会当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毋过长期来看，自19世纪工业化以来，地球表面的温度平均每一年是悬1度，而且500多年以来记录拢表示，欧洲5个上热的热天，全部拢出现伫21世纪。这个趋势表示讲气候变迁伫长期以来对热浪等等天灾频率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保育总队伫7月初8到8月初2，等个进行警察升等的训练，却传出讲有 A 型流行感冒的感染，嘛赶紧来加强消毒，希望唔通佮传出去。详细对每一个所在清洁消毒，因为佮传出流感群聚疫情，这个是伫警政署保育总队办理今年警组警察人员进行警政官等等训练的时阵，其中一名学员确定感染 A 型流感，后续造成15个人出现流感症状。跟机关署的防疫师有去现场看过，4个班级其实原本有3个班级的空间都蛮大，只有1个班级空间比较小。那刚好我们有发生流感个案的班级，就是在那个空间比较小一点的班级。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的了解，这波训练总共190名学员参训，因为部分课程甲咧上课，才会暴露伫流感的风险当中。经过调查，头一位确定感染 A 型流感的学员是伫这个月19，身体无爽快请假，互病院确诊是 A 型流感。保育总队进一步调查发现，受训学员有6个人嘛确诊是流感，9个人敢若嘛是，目前拢已经管控，佮做好防护措施。根据机关署统计，今年到7月20，全国流感确诊1151例，死亡153例，主要是 A 型为主。台湾因为是亚热带跟热带的气候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全年都有流感打的疫苗它的保护力大概是4到6个月之后可能会有消退的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大概每一年都还要再重新再接种一次？机关署提醒，台湾一档数季拢有流感，只不过寒天病毒传播得较紧，所以嘛是呼吁民众爱勤洗手。若是出现等呼吸道症状，就爱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网络有消息传讲，蔡文上海底45亿，其实蔡总统有解释过，这是贷款，毋是毋免还。因事了对早嘛发现讲，有3个网友伫面册传这个假消息，包括这3个人以上法办。蔡总统今日早晚访问加勒比海友邦伫脸书流传，蔡文到海地食4点钟，就送了45亿，高雄要被天9日，爱5000万才还2000多万。总统当时马上澄清海地是贷款，并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展开调查了后，发现是3名网友大文。他们发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啦，也有修改一些东西啦那当然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转发的。
警方查到上早大部分是一名70多岁、姓朱的查甫人，7月15号伫脸书发文，警方查捕时分享数已经超过800摆。另外2名网友是伫隔天转达同款内容的假讯息，警方通知3人到案说明，因表示无恶意，毋知影散布假讯息会犯法。其中姓朱的查甫人无承认家己是假讯息的源头，警方将相关的证据函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华县警察局依法移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民众跟社会各界我们都能够对假讯息提高警觉，希望没有来源的讯息我们大家尽量避免去传递。总统府回应尊重调查结果，刑事局是呼吁来源不明讯息应该赶紧查证，千万唔通传来传去。若无应以社会秩序维护法，处3天以下拘留或者是3万块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国安局人员遭处分的案件，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批评蔡文领导能力有问题哦。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了，韩国瑜嘛一直想要安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见面，也毋过目前是个无消无息。昨有一阵郭台铭的支持者就伫网络顶头来联署，伊要替郭台铭出来选总统。国民党全代会28号将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甲总统蔡文展开拿力对决。针对国安局利用总统专机出国访问遭受混品，韩国瑜批评蔡文领导能力大大有问题。请蔡英文总统记住，你没有看见的危险有多少，没有看见的违法有多少，没有看见的危机有多少。身为总统，一定要有这种动足的能力。我认为蔡英文总统领导中华民国的能力绝对有问题，好吧？韩国瑜批评蔡文炮灰全开，拿着选战开打，为争取地方选票。韩国瑜24号暗暝住伫茂林，甲家人博感情。不过，伊上想要联络感情的对象，也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正在等郭董事长回国之后，尽可能来拜访他。韩国瑜寻求拿军整合，无到最后一刻绝对袂放弃。不过同款袂放弃，还有真侪郭台铭支持者，力挺郭台铭参选总统，正式对外展开连署行动，要拼28万连署的抗战。他的高度根本就没有到达说是可以选总统，连一个登革热防疫都可以爬到树上去找蚊子。那我们只能够自己去找出路。那郭台铭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这个是抛砖，未来隐喻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比我们强大的力量加进来。对此，郭台铭办公室表示，这是支持者自发性行动，感谢关心。尽管郭台铭人也在国外，即马传出郭台铭办公室幕僚正在准备正式会批书，并告发动参选。不过到底选或者是无要选，郭阵营主战甲主号牌拼场，一切都等郭台铭做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面对2020年的总统大选，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讲，伊会伫9月初1之前来做出决定。根据台北市研究会上新的民调，郭市长的施政满意度是68%哦。郭市长嘛讲到韩国瑜，讲伊只有市中的韩粉选票会受到蓝绿事件影响，其实嘛无遐尼稳。再说什么全部国家养这个太困难了，这个国家没那么有钱，你知道吗？出席准公有活动，国民党一开始就讲郭台铭临回到6岁，互国家市的政策袂应接，有些政策郭和郭无共调。若是2020大选是毋是要参选，国民党表态9月就当知影。但是根据台北市政府研究会民调，国民党个人施政满意度是下降8%，颠倒是市府团队施政满意度持平。国民党的承认讲家己确实有影需要检讨。只有柯文哲掉下来，所以这相当明显是针对市长个人的不满意。所以这个我会回去再检讨一下。暴涨暴跌意思就是说，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国民党是毋是要参选，敢有把握有着更加侪选票，拢爱详细考虑。进前国民党捌讲，韩国瑜只有市中的韩粉铁票，选票的扩展性真歹。但是国民党嘛承认讲，家己的选票板块真无稳定。我的支持者是非常不稳固，所以我们那个中间是风吹草动，蓝绿归位，他会跑回去。但是看不当下来，他会又移回中间，这个板块非常的不稳定。
为着要抢选票，国民党阁要出版新书《生死之间》，而且要举行签字会，全台湾走透透。虽然国民党强调讲出资和选举无关系，但是已经和外界解套，是咧为2020暖身试水温替大选咧铺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因为工程的困难度是真高，已经流标3倍。桃园机场的公司伫昨午举行第3届的厂商说明会，嘛是希望使早日来完成这国家的门面。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由有名英国建筑师所设计，特别融入台湾传统的厝叶、山脉零线、海洋坡应甲分海者意象。毋过，主体航厦工程复杂，技术难度高，3摆流标。土气公司15号早起举办第三航厦主体土建工程第3摆厂商说明会，要听各方的意见。还是有难度在，所以今天特别举办这样说明会，能够提出了各种可能方案，让我们跟厂商有一个近距离的沟通，希望能够找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土气公司指出，设计无要改2003年完工抢劫有难度。你目前传出2套可能方案：第一是先起3航厦8登记龙厅降低投标砍站，提前增加停机坪使用数量；第二是简化部分工项设计，降低施作管理成本甲风险，并无得到正面回应。当然，这个方案不是只有一种，很多种。那么很多种里面有不同风险。我们考虑到预算，考虑到工期的问题，考虑到施工难度的问题。桃园国际机场去年服务旅客运量4600多万人次，每年成长真紧，负荷量伤过大。土气公司表示，3航厦设计定案，发现预算甲建设成本有差距，希望讨论出上好的方案，厂商进驻，互国家级建设早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针对台北到宜兰的铁路要做好啲，铁路局是决定未通过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到头城的新方案，马上交通部审查。也毋过，这个方案引起环保人士跟翡翠水库管理局的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地嘛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使赶紧来提出报告。若是到休困日，台北往宜兰的雪山磅空拢塌角，为着要解决车流问题，宜兰县政府甲中央政府想要来起北宜直铁。交通部原本提出2个方案，方案一个路线拄代替南港站开始，伫山向南边直接通过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全长36公里，经费超市476亿，自强号的车程超市37分钟。第2个方案是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车程超市47分钟，长53公里，预计经费553亿。拜三铁道局开会决定，用第1个方案送交通部审查。这个方案大概是基于地方的需求，还有交通上面的这些效益等等所做的考量，它可以节省跟现有的铁路将近50分钟。铁道局表示，车程会当减50分钟的方案1，其实是甲即卖铁记录来比，若是甲方案2来做比较，其实入选的方案1车帮干那减10分钟，所以通过翡翠水库的集水区。进前这个方案就因为会通过高条断站大顶顶，所以过去2届的环境评估拢去互好决。这些东西炸了以后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谁去负责？万一长的隧道里面那么多如果说一个火车里面有几百个人，万一出了事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施救？翡翠水库管理局拜三参加会议嘛，强烈反对，这个过去2届环评无过，是安怎铁道局去硬要通过？路线跟雪隧差不多，可是，在雪隧的施工过程当中的这些监测资料来显示了，每日的这个涌水就大概造成20万人涌水的那个永久的这损失那还有对水质有19年的黑暗期。台北市长郭文天嘛烦恼会去影响台北的用水，要求相关单位提出数据。我们不需要说你盖一个北宜之类，结果那个翡翠水库出问题啊！我去宜兰，你知道绕那个9万18过来，我可以忍受一下。可是你给我1天不喝水嘛，我就花2空了。所以，针对环境冲击，铁道局表示，未来会加强工程的工法，避开断站地带，嘛会尊重未来环评，会提出完整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个上要紧的新闻，咱来看，过1年，2020年东京奥运特别举办哦。因为去年7月份，日本是非常的热，嘛造成上百人死亡。昨东京奥运的主办单位特别来举办体育场的降温设备的体验会，互大家先来感受看卖。
真侪人排队要来体验降温设备，因为这台机器只要你徛伫伊面头前，就让知影家己是毋是有着山。那真正大家挡袂掉，会当入去这个白色的布棚来降温。こちらが休憩場所です。入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かなり涼しいです。外の暑さは嘘のようです。内面有装冷气会当纳凉，因为去年日本伫咧这个时阵温度称悬，超过100人死亡。明年东部也伫咧7、8个时阵举行，惊讲有人着山。主办单位伫咧海埔排球场的场地设置降温设备，请民众加选手来体验，看是毋是有效，也测试无同的山对选手的影響。今日はタイミングもよく暑くなりましたので、かなり実践的なテストができ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このミストですとか休憩所、それから各種のグッズですね、使われた方にいろいろ感想を聞いて、またより良いもの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东京奥运伫咧离世正式倒算1年。因为最近天气愈来愈热，所以业者就开始卖一寡降温的科技产品，像这内面装冰地架、阿妈滚的降温器，吸引真侪日本民众来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太阳用到这哦，难免去伤害到环境，甲咱人来看过去12年，西班牙的阿美利亚省哦，就利用生物防治的方式，用糖来对付糖，减少农药的使用，所以效果嘛阁袂歹。今日比温市在规区萨布拉看到作物的生长状况，去落来用简单的项镜看作物的叶仔。对伊来讲，叶仔面顶的螨虫是上大的助手，会应该到3公程度危害作物的害虫。Que eso se hace una especie de simbiosis entre la planta y los insectos, la cual hace que la planta cada vez produzca más, esté mejor y esté más sana. La planta y el entorno donde está la planta. 西班牙的阿美利亚省是生产蔬菜果子的大省，2018年出口的蔬菜果子到250万吨，是西班牙总出口量的一半。在1960年代，农民会用杀虫剂赶走害虫，也毋过受到环保团体批评，加上害虫的抗药性增加，开始有农民改用生物防治的技术。甲带有螨虫的袋仔挂伫作物面顶，互螨虫去攻击寄生虫，以糖炭代替杀虫剂赶走危害作物的虫。了后，阿美利亚省的杀虫剂的使用量伫过去12年就降了40%。El objetivo es producir 100 billones de insectos para poder abastecer a estos mercados y llegar a una facturación en unos años de más de 10 millones de euros. 为了供应会当自然赶走害虫的螨虫，法国农业合作业者嘛伫阿美利亚省的中央设立生物工厂，互员工会当伫严格控管温度甲湿度的环境之下培养螨虫，而且销售到当地葡萄牙甲摩洛哥。最近几天，美术工的工厂嘛伫当地开始兴旺，差不多有30间的企业会卖赶走害虫的糖炭，发展这种生物防治技术的同时，嘛互培养的成本稳定降低。记者陈世东报道。再来看咱台湾，最近嘛因为南部天狗的疫情是真严重，业保学会专家嘛指出讲，国外有研究讲哦，业保一天会使掠1200只的蠓仔，所以因建议会使利用业保来掠蠓糖。伫厝顶树仔顶会当看到用插板钉的想法，岐山的南城社区4月人看到这种密布厝，1.8公顷的土地就采了70个，是社区为了防治害虫、保育密布的，严过连蠓仔也变少。一般来像这个天气啊，一般性的这花纹那个蠓仔足多，啊，自从有这些蝙蝠窝在这边的蚊子反而减少了。密布学会讲，一只密布一天会当食1200只蠓仔。马来西亚的研究也发现，天狗类的变异蚊因为都市的光线，定人的时间是到暗时7、8点，拄好密布要出来找物件食。马来西亚还有做过相对白线斑蚊咬到民众的高峰时间，发现白线斑蚊咬到民众的高峰时间是从下午大概5点到晚上8点之间，那就非常好玩了，因为刚好当晚大概6点到8点是东亚家福活动的第一高峰。学会讲，国内虽然无精准的蠓仔活动时间的调查，不过根据国外的研究，包括美国也用密布来防治由蠓仔所传播的猪卡病毒，所以台湾应该嘛会使。我们会希望说，去学校或者是去公园附近的住家推广蝙蝠屋的设置，因为蝙蝠它需要有住的地方。根据学会伫咧6都的观察，高雄市区密布较少，
连人口密度国家县的台北拢比高雄较多，所以市府应该当设置密保处，加一项防治天高地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最近传出讲，这年房变大的手术，因为材料的关系，恐惊会得粘癌，所以其中有一间爱利根的公司，因生产的材料会造成淋巴瘤。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要求回收，咱国手术嘛宣布要回收。就是这3款由爱利根药品公司制造生产的将模型释迦淋巴天象物，有造成免疫系统发生罕见癌症、肝变性大细胞淋巴癌、简称 BioALCL 的记录。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澳洲等国家下令回收了后，咱国食药署嘛决定对你安尼做。因为它造成这个 BIALCL 的风险哦，所以那原厂有这样子的全球回收下架的这样子的行动的话，我们国内应该也要比照。食药署表示，今年5月已经召开过专家会议，专家大部分认为全球已经知影 BioALCL 病例，大部分发生在非亚洲地区的民众。虽然国内也未接到不良事件通报，为着维护民众健康，除了要求所有拢入产品封单，爱加速检疫，嘛要求医师持续监测。已经使用这3款问题产品的妇女，要注意因的健康状况。现在也很难说，因为这边下架不能装，就把叫他们起诉，这种动作也不至于会做到这种情形的建议。那只能去侦测它未来有没有这样可能性的发生啊。根据统计，对104年到即阵，爱利根进口3款问题产品，总共有12000个。若是有偌济已经使用，爱搁等业者进一步清查回报。食药署强调讲，这个问题产品必须爱伫咧1个月内完成回收，到8月25为止。若是违反规定，上重会废止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个人需要长的欠人，以中流来讲，未来5年会有超过3600个欠业。台电退休的员工嘛会超过2500个人。另外，台油、台电、台糖、台水加起来会超过7000个人。经济部长嘛表示讲，会赶紧来举办招考补欠业。个人事业、油电、糖水4大产业，在真侪人眼中是铁饭碗，互人真新鲜的头路。奖金之类都会比较稳定，也比较好。中油台电应该是比较感觉上比较好啊，稳定啊。不过，大部分的人认为稳定、薪水好、福利好的头路确实欠人，因为最近退休的人真多，每年人力缺口超过600人，其中中油退休人数上多，未来5年超过3600人，其次是台电未来5年退休人数超过2500人，4大产业总共超过了7000人。我们国内现在最近这几年断层严重，油、电、水这些都是属于大家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所以人一定要把它补齐。经济部下令爱将人补齐，不过中油表示，不止爱补退休的人力，还有最近起第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需要更加多人。退休的部分大概都在炼化的部分还有油销的部分是比较多哈。那但是我们在业务成长面来讲，第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它要新盖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另外再补充相关的人力。从10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禁用了5000多人了。台电公司目前已经进入到退休的高峰期，到民国111年底，我们大约会有1800名的职员要退休。那公司呢，未来也会依照每年出现的名额跟需求，分年来对外办理人才的招募。而台电这几年也未少人要退休，确实办理提前退休，恐惊更加欠人。台电人资处表示，60岁以上员工超过6700人，占所员工2成以上。未来5年将进入退休高峰期，有个恐惊要等到2024年才卡缓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劳工强制退休的年纪是65岁，平均是61岁退休。昨行政院通过中高龄就业促进法的草案放宽65岁以上的工作权。也毋过学者嘛是真烦恼，讲敢会去影响到少年人找头路的机会。送你100元。素食店员工陈美玲今年60岁，当初是2度就业，订回工课场，伫社区餐饮店做 part time 的工课，一大都是20档，但是5档后就到了机会明定请主会当强制退休的年纪，伊加减的烦恼讲，若是无工课，生活会失去重心。是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优势啦，尤其是在厨房里面，像我们是之前也做过家庭主妇的话，应该会比较熟练一点。那我是抱持着说，我如果能做的话，我想继续做这样子，
可以有被需要的感觉。少子化加上高龄化，台湾就业人口正在流失。为了要鼓励中高龄者重回工课场，行政院通过《中高龄就业促进法》草案，明定请主袂当以年纪的理由，互因差别待遇，若无就算就业歧视，违者会当罚30至150万罚款。法条嘛放令请主会当含65岁以上劳工签订定期契约，双方讲好要偌久一聘，拢会当弹性安排。劳工会当继续补劳保，但是若是已经办退休结清年资，请主就只敢需要负担职灾保险，但是学者嘛烦恼讲，这有可能去影响到青年的就业市场。很多尤其是一些服务业，它本来就有一些临时性的人力需求，他会不会说，有这样东西我可以签订期契约，因此我就都使用高龄者，那这样的话，其他年龄族群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学者嘛指出，即马劳基法规定，只有临时性、短期性等特定的工课会当签定期契约。即马中国人专法拍破限制了后，颠倒有可能互请主用这个方式弹性来节省人力成本，而且真侪还未达到退休年纪的劳工，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伫咧照顾坐回的士大人，不得不提早离开工课场。要安怎实际保障这阵中断年资的人，嘛是高龄化的台湾国家需要面对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2年国教新课纲，今年8月就要正式实施哦。其中有增加实做的部分，就是动手做的部分哦。因为这种课程过去是较少，所以有真侪老师就去参加训练，为新课纲来做准备。伫迄物件内底观察菌的拍种、生态，还佫有生命周期等等的知识。阳明大学办生命科学研习营，利用较简单的实验操作来表达生物学的概念。把孟德尔的遗传定律那一整套的东西，用简单的模式生物来进行所有孟德尔做过的那些实验，基本上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生物模式，而且便宜。台顶的老师讲甲真焦全，台下的人嘛真认真，互相伫讨论。这寡参加的人毋是一般的学生，是拄全台湾各地来的高中生物老师，配合8年就要开始的12年国教新课纲，增加1学年4学分的探究甲实作的课程，老师嘛要对咧增加相关的知识甲技能。培养师资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我们等于是必须要靠现在。独立去发展一个新的课程，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资源跟协助。我们想看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课程里面去做弹性的变化。要配一些培养基或什么的，对我们来说困难会是在前面的准备，给他们实验操作的机会，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学习经验。然后有了这些经验，他们再去学课本上的知识会比较容易理解。新课纲较要求探究实作的理念，毋过这伫过去传统老师培训内底较无食快。有老师认为实作课甲看册来读比起来，更较会当互学生有兴趣，互因更加了解。嘛有老师希望政府相关单位会当互因更较侪准备课的资源甲时间，因为新课纲开始要安怎伫新的教学方式内底满足素养、多元化等等的教育理念，老师甲学生拢爱真拍拼去适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要来看，台中市有一个民众，1个月15去台中市的汉溪空桥哦，去钓着一只真大只的青皮美国杜丁。有民众嘛讲哦，附近其实阁袂少，敢是有人饲的，无想要饲着乌白蛋，嘛引起讨论。早起6点外，上班进前来河边钓一粒鱼，台中市民吴先生这抓煞钓着一只绿鬣蜥。这只1公尺长的绿鬣蜥，甲吴先生的家己夹掉咧。这个时阵开始车拼，头一摆正面接触，吴先生的心肝内嘛真喘。速度其实蛮快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钓竿的话是可以伸缩的，你只要控制它的头部以上，那它就比较容易被你征服，而不会说它有一个方向位置乱窜。拢第一边，拢好袂着啊，去学啊用个遐去，我就走去啊。最后成功解制后，带入去塑胶袋内面，但是问题来了，一时煞找无会当收容的单位。那时候我刚抓到的时候，也想说要送到那个旁边的动物医院，中兴大学动物医院，但是他们不收这个东西。后来我问了很多之后，他们都要我打1999。就伫咧联络的过程当中，绿鬣蜥夹破塑胶袋啊逃走去。台中市农业局表示，业务管理单位是自然保育区，过去毋捌接触过这款的业务，了后会针对绿鬣蜥被等伫咧野外的问题做应用。动保协会来把它那个饲养管理啊，因为现在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到，我还请他们研议要不要未来要不要定那个奖励办法。
绿鬣蜥原产地是伫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台湾开放进口了后，一度有真侪人抢咧饲。目前野外出现的绿鬣蜥，大部分是被等硬杀的，因摧毁农作物，伫咧破坏西农，有造成破坏放弃的风险。彰化二林溪台南的仁德区河段，拢已经传出灾情，嘛制造了生态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西游的艺术家陈贤武，伊的画是真出名，伊嘛用石头啊、鹅仔壳做真侪新本的造型，真有在地特色。来嘛，做伙来看卖。你敢捌看过用石头甲灰仔土做布啦？混林素舞的艺术家陈贤武原本是咧画图，尾啊开始推测地方艺术，伊利用在地材料来创作。伫伊的作品内底，通看到伊用蚵仔壳、蛤蟆壳来做。伊即摆用石头来创作，是伊常常想到的灵感。这石头吼，它有它的面貌，哦，大家拢不同。然后我们再画个巧思，哦，它加一个物件是，或是要变动物造型，或是其他的那个形态，有它的新的生命在呢。在用时，陈贤武对身躯边的环境就真注意，若有灵感，就用蚵仔壳、蛤蟆壳，也是水老茶来做。那我都希望说吼。借由不同素材，譬如说漂流木，或者是柯贝，或者是石头，它有不同的面相，不同的那个特质。那我希望说，利用它的特质面相，呈现它的新的价值观。这个艺术作品毋但互废弃物有新价值，嘛正环保。即马在地方上有真侪人拢受陈贤武的影响，开始利用废弃物做创作。一方面，通再利用这个材料。保护环境，嘛通提升地方的艺术气氛。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去到婚礼的大溪，除了食海产哦，即摆嘛会使来体验水上的活动。婚礼大溪海口生活馆哦，一到寒人，感觉游客真少，所以最近是引进风帆冲影，搁徛喺飞船，希望使去游客来海口佚佗。民众徛咧高船啊，伫教练的指导之下，豆豆啊向前，这是婚林大溪海口生活馆。除了蚵仔壳艺术的展览，今年6月嘛引进风吹雏影，也有一个人徛咧高船啊的立式划桨2项极限运动。那以台西这个地方的话，它冬天的风平均在20节到30节之间，做一个非常适合的风筝冲浪学校。借由这一个水域，我们可以做 SUP 的体验，然后练习，包括训练，这个场地都够大。今年寒天透东北风造成大溪游客减少，即摆生活馆要甲缺点变作是优点，引进需要风的风吹雏影，佮加上一年四季拢会使体验的立式划桨运动，游客一年烫天拢会使来遮体验水上活动。那因为我们生活馆有14公顷的水上面积，最适合冬天 SUP 还有风筝冲浪，他们来到这个景点，借由这些特殊的水上运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这边做亲子互动的旅游。这活动拢是有国际证照的教练来指导，生活馆嘛要求参加的民众一定爱穿救生衣，顾着活动的趣味也够安全。民众到大溪除了食蚵仔、观赏蚵仔壳，也会使来体验大溪风和大溪水。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落大雨，真侪果子园、果子拢落来。前果子的农民是讲哦，以葡萄来讲，雨水高就袂甜，佮歹看头，所以今年葡萄的产量哦是无到去年的一半，恐惊嘛一定会起价。这个没有不成熟的没有。甲无水葡萄加掉，农民详细观察果子园内底这葡萄生成的情形，因为连续几啊天的落大雨，甲果实拍落来，趁着天气出日头，专家出动来挽收。暖冬影响到今年春天它发芽有的出了没有开花，由于到最近天天在下雨，影响到它的葡萄的成长，好像一大雨一直下，到最后葡萄会烂掉。甲过去2年的热天，因为出日头的日子多，葡萄大出无共。今年的气候无稳定，雨水伤多，造成果实白甜，看起来嘛无水，产量更加是无到去年的一半。小心减落来，结果唔但影响到市民的计数，嘛关系到这酒的风味。采收期的时候，有下了大量的雨，会产生葡萄它会腐烂啊，或者干掉。雨水过多，会造成它味道不好。那这样会影响到我们隔年酒的品质吗？会。
以用市面的葡萄每公斤大约100块，今年的价销有起10%。不过黄酸啊好了后，进入了风太贵，佮加上病虫害，今年的葡萄产量少真济，价销连带受到影响。爱食葡萄的民众恐惊要有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全世界上幸福国家称号的不丹哦，汽车的数量在这20年增加4倍，所以嘛开始有塞车、空气污染等等的问题。不丹首都新布奇区，大线道顶悬的车一台刷一台，塞车变成常态，噪音废气，互身体好的不丹的人面看起来真无奈。根据政府统计，2000年不丹境内总共有19000台汽车、巴士和拖拉库，到今年3月，数字增加做102000多台，是自本的4倍较低。其中大部分的车集中伫首都新布，6成5拢是自用车，但是道路嘛是同款的，阁无青红灯。原本5分钟的路程，即马要开半点钟。虽然和雅加达、曼谷等等大都会严重塞车比起来，只是小可意思尔，但是嘛已经互当地运将压力不哩大。Service tombe ani be tuwa jen frequently la time na gato be jen time na jam chi ma to ngachi no sa anjum mindu bala bus service anjum tuwa jen di. For every 7 citizens there's a car. Look at the statistics. Out of that, 65% are personal. 过去10年来，不丹的经济每一年拢成长7.5%，人民消费能力提高，煞互这个拼全面幸福、胜过拼经济发展的国家，面临文明入侵的伤害。相信款智慧型手机和网络服务牵动人民物质的欲望。汽车贷款4年内增加到9600万美金，但是青年和农村移工的失业率依然真悬，互这片人间净土渐渐变调。不丹森林面积占国土的7成，吸收的二氧化碳是全国排放量的3倍较低，所以和南美洲的斯里兰并列做全球罕见的负排碳国家。但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加，工业和畜牧业拢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负排碳的好名声也受到威胁。首都市长打算加强大众运输，改善资本10万市民只敢40台公车的情形，嘛打算推动污染较低的油电混合车或者是电动车，进一步降低排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种鸟的治疗的手术，把猫抓提掉，可以袂当乌白了。这种手术是真残忍，有一寡欧洲的国家拢已经立法禁止。美国的纽约嘛，成为全美国第一个禁止这种手术的所在。真侪饲鸟的人拢有过厝内家具被鸟破坏经验，真头疼。为了要防止鸟乱了，或者是个人了受伤，有一寡主人会甲鸟洞挽了的手术。严过这几年动保意识欠悬，真侪欧洲国家甲加拿大省份拢已经立法禁止这项甲鸟挽了的手术。原因是认为安尼施做伤残忍，也无必要。顶个月美国纽约州议会也表决通过，一礼拜日开始正式成做美国第一个立法禁止甲鸟挽了的手术的州。I introduced this bill about 4.5 years ago, and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ats have their up to their first knuckle amputated, and that is what cat declawing is. It's not taking off the nail, it's amputation. 根据新法的规定，除非是鸟本身有相关的医疗需求，若无兽医师袂当用任何的理由甲鸟洞挽了的手术。若是违法的，相关会当罚1000美金，相当是大票3万1的罚款。也毋过有兽医师团体认为，挽了的手术有还有伊的必要性。因为一寡鸟的主人免疫系统较歹，若被了着伤会有危险。People are very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s by cat scratches, infants, things like that. I know a number of vets are against it, and so I just felt it was just a little bit of government overreach. 目前除了纽约州以外，其他3座美国城市，洛杉矶、旧金山加丹佛，拢已经禁止这项手术。预计除了纽约州了，有更加侪州也会禁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东的约旦有一间水下军事博物馆，7月24日开幕。政府嘛把19件无使用的军事武器放到海底，变成人工的鱼搭，希望会使吸引海洋生物，和生态变较丰富，招来观光客。大炮甲战车豆豆沉到红海海底，创作人员伫边斗3工，原本伫陆地烧战的各种军事武器，除役了后就变做海洋生物的新厝。
这是约旦第一座水底军事博物馆，24日雅克巴正式开幕。هو بتحكي أنت الآن عن أكثر من قطعة، بتحكي عن سيارات حربية، بتحكي عن مدافع، بتحكي عن دبابات حجم كبير، بتحكي عن سكوربيون، بتحكي عن هوليكوبتر، بتحكي عن مدافع. هذه القطعة اللي نزلت.总共有19件军事武器去用放落28公尺深的海底，目的是要请观光客来做全新的畅水景点。 تم الانتهاء من تسكين واغراق اخر قطع العسكريه اللي تشكل نواه متحف عسكري مميز في بحر العقبه. الهدف منه طبعا هو خلق منتج سياحي مميز وتخفيف الضغط على الحيز المرجاني في مدينه العقبه اللي نوعا ما اصبح يعاني من سوء في الاستخدام. 政府表示，武器内底有害物质，伫落去水底进前都已经处理好啊，才会当保护海洋生态。 الكل متعود هون على قطعة أو قطعتين تكون في موقع. الآن احنا بنحكي عن أكثر من قطعة، بنحكي عن قصة أو متحف، نحكي بالضبط إنه متحف حربي تحت الماء، فراح يضيف تنوع جدي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خلق حيد مرجاني جديد في الموقع. 红海北部因为酸路搭真丰富，真受到畅水味的人的欢迎。约旦政府希望讲，这个全新的人工鱼搭建立了后，未来会当分流观光客，减轻环境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今仔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的天气，下晡爱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雷阵雨，雨刷雨毛嘛是要记得早下透动哦。咱做回来看今仔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 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修炼魔都。